继续来看屏东市一个驾驶啉酒赛车，结果失控，先去弄人行道，刷落去弄青红灯，弄到歪去，车头是弄到密密麻麻。驾驶落车，搁甲到场处理的员警大细声嚷。啊，一个做酒测，酒精的浓度是高达0.99，当场就互逮捕，移送法办。一台白色轿车的行车路线慢慢偏离车道，大力弄到人行道了后，佮弄起电火条花，互车辆规台弹起来，动瘫痪伫咧路中。听到声音很大声，然后之后出去看，然后之后再来就是那个，他已经撞到电线杆，撞到了，安全气囊也爆出来了，然后就旁边是有人已经先打电话报警了。轿车自弄了后，安全机规也是变开，车头弄到规个密密麻麻。驾驶家己行出车外，警察嘛赶到场，伊的情绪真激动，佮甲警察大细声嚷。查甫人情绪失控，嘛因为伊啉甲醉茫茫，酒精的高度关到0.99，当场叫警察给抓起来。同事下班前跟我讲是酒驾的，人没有怎么样。事故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，屏东市民生东路电火条外机车断去，人行道涂骹的泰路嘛规片翘起来，涂骹楼下汽车慢跑。车祸发生后，车桥调离开现场，电火条外还阁等待修理，驾驶嘛已经互上班。经酒精检测，驾驶酒精浓度值高达0.99。加在发生车祸的当时，无其他民众受到风台尾，只是查甫人啉酒佮赛车，拿了修理钱，爱阁还现笑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